那不是送人，那是遗弃。小伟马上就要上学了，这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养着活吗？你应该多想想咱们儿子，儿子才是咱们将来最好的依靠。爸妈在吵什么呢？老二在哪儿都活不长，长不大的。他走了，我们和小伟都能过上舒心的日子。那天晚上之后，我大姐像是变了一个人。后来，她满18岁就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过。你生病，你爸妈知道吗？晚一点吧。对于死亡这件事儿，我想接受结果，比接受过程容易点。你爸妈也不知道你会把墓地选在这儿吧？嗯，我把墓地选在这个地方。我爸妈来看我的时候，多半也能看看。活着的时候都没有给他陪伴，死了之后再做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是没什么用，但是我这个受尽了偏爱的儿子，还是希望他们能做点什么去弥补。他们不能是混蛋吧？1周后，秦伟因为肺部严重感染，医治无效去世。秦伟像大多数往生者一样躺在棺材里，接受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的悼念。这是普通人的平平无奇的死亡。在他的告别仪式上，他的父母终于不需要再用高声的呼号和汹涌的眼泪来证明他们的悲伤了。妮子，起来！给我起来！干什么你？起来！他是你弟弟，你造孽呀！我怕爸妈会崩溃。可以的话，请在我离开之后多陪陪他。
你们最爱的小儿子去世了，自己还活着，什么感觉？比死还难过吧？难过也得受着。用你们的余生，好好想想你们做过的事儿。剩下的日子，守着他的骨灰，保佑你们长命百岁吧。要是你们也死了，我会像你们当年抛弃我妹妹那样，把她的骨灰连同你们的一起撒掉，渣儿都不剩。你，我说到做到。丽莎，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对不起了。最想听到这声道歉的人不是我，我也没有资格替他原谅你们。丽莎。如果我不要棺材，哎，慢点，慢点，慢点！你要去哪儿啊？啊，去哪儿？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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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呀，他们今天呢，把秦伟的骨灰拿走了。不去墓地吗？并说准备带回家里，一直守着。不是秦伟他自己想葬在墓园啊，墓地都选好了。中国人的葬礼，活人总是比死人更重要，没办法。哦，谢委员长把这封信给你。哎，要乖乖的啊。来，还有这个小家伙啊，拿着，别跑了。干嘛呀？3月。
三月，给他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就当它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三月，活着还是